平安，感谢主啊！互咱会当伫上帝的恩典中间，咱做伙伫主日来领受主的祝福。咱要分享的大声，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希望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引带阮对年头到年尾，一年搁一年，一日搁一日。一切拢平安。今仔日是11月第3礼拜，也准备要进入到伫感恩节期和圣诞节期。也恳求主你继续来甲阮三角同在，互阮所有的兄弟拢得到主你的保守。特别剩这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2019年，也求主你互阮继续维持对上帝你的信仰。来坚持真理的把握，互阮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时刻为福音来做见证。但愿感谢主你，互阮今仔日有遮尔好的天气，遮尔烧热、遮尔温暖的气候，来成做互阮领受主你恩典的感受。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伫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路加福音书21章第50到19节的经文，来向大家做伙分享，做伙来勉励。多谢拄则咱的师会艾伦执事所带咱共读这个圣经节。我想伫福音书的中间，若讲起着有关耶稣的预言，的确互咱看起来有真惊吓，因为这预言听起来拢不止啊，互咱艰苦心。但是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耶稣的预言，都再一次来帮助咱思考。特别耶稣来，互咱伫苦难的中间，会当得到主的保守，连一支头毛也袂失落。我想这款的稳定，这款的照顾，这款的保守，特别伫今仔日的经文来甲咱提醒讲，爱为福音来做见证，这款的代志来成做咱真要紧的鼓励甲帮助。尤其伫咱伫困难、苦难的中间。咱会当活伫上帝对咱的应允内底，用仰望甲信心来面对挑战甲困难。我要邀请咱都再一次拍开咱的圣经，咱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咱都一段一段来了解和认捌。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真丰富，有对第50到19节，确实牧师来抓一个重点，也就是为福音做见证。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起着对第50到第60节来预言圣殿受毁。伫圣经内底，无论伫新约甲旧约，若讲起着圣殿，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所在，因为伫旧约内底见证以色列百姓因的兴起，嘛见证以色列百姓因的衰败。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起着讲圣殿的起落。拢盖在伫百姓背逆来得罪上帝，所以圣殿到伫主前586年，巴比伦帝国来进入到伫南犹大的这个所在，全部来毁灭的时，咱看起着以色列百姓受掠到伫巴比伦伫遐做奴隶，然后过一段时间了后，伫波斯帝国的皇帝来甲因赦免。互因会当转来到伫家己的土地重新来起圣殿的时，确实对拿鸿、对哈该、对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因迄个时期重新起起来的圣殿，已经甲所罗门王的时代无共款。进入到伫新约，伫耶稣的时代第3代的圣殿，这个圣殿会使讲规模不止啊有限。但是会当看见着讲，圣殿犹原伫耶稣的时代，
成做犹太人因政治甲宗教的中心。不过，咱看见着今仔日21章第50到第60节，耶稣的预言内底，会当伫历史的结局内中间来看见着圣殿受到战争以后的冲击和毁坏。所以，若照着人类的历史，伫主后70年，咱看见着这座圣殿去互罗马军队全部来毁灭。那咱以后伫最近有去到伫耶路撒冷旅行的兄弟就知影，圣殿即马敢若留一面墙，这面墙就是咱大家真熟悉，叫做靠墙，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或者是讲到伫现在遮的犹太人，因若到伫迄个所在，看见着这面墙的时阵，因就有真侪哀伤甲痛悔。但是咱针对耶稣的预言，会引起真侪人的疑问：究竟圣殿的毁灭会伫什么款的时阵，或者是讲有什么款的掉头？所以伫今仔日，咱看见着伫圣经的记载内底，这个时间，这个掉头，耶稣的回答真直接，直接来提醒所有的百姓，包括第8节军队耶稣的人，耶稣因讲，着谨慎，免得受迷惑，因为要有侪人托我的名来讲，我就是基督。佮讲时近啦，恁唔通去缀因，恁要听见交战和扰乱的事，迄时唔免惊吓。耶稣无详细讲是啥物时，无啥物上灯，但是耶稣真清楚来提醒所有的人，爱谨慎，爱免得受迷惑，甚至伫迄时唔免惊吓。我想伫台语汉字本白话字的圣经内底，才足清楚，互咱看见到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提醒，嘛是咧意思咧提醒大家所有军队耶稣的人，伫这个预言要来到的时，咱会看见到讲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款的事，有人来假称伊是耶稣。有的人来讲时机已经成熟，包括战争判断这的消息，拢来临到。但是咱看见着讲，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包括伫等下咱要看见有地动、有饥荒、有瘟疫，侪事，互咱会惊吓。面对着这的事内底，咱的讨论中间，拢常常会掠这做终末的结束。意思就是讲，伫人类的历史中间，耶稣要来，或者是讲上帝都要来到的时阵，迄款的掉头，迄款的困局，全部拢会临到伫咱的生活内底。也因为安尼，真侪人拢会去奉讲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伫世界末日的时，咱的心情也拢受到真大影响。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特别伫13节。牧师，请咱大家特别来看13节，才甲咱讲，这个事要成做恁的啥物？这个事要成做恁的干净。意思就是讲，军队耶稣的人伫面对着遮尔侪掉头、遮尔侪困局的时阵，这个事要成做恁的干净。14节甲咱讲，心智着决断，无大声，挂如要怎样？分数，甚至到第18节，咱看见着耶稣安尼应允军队伊的人讲：恁一支头毛也袂失落，恁用吞忍来得到恁的活命。耶稣的预言，特别伫路加福音书遮所讲的内容，到伫使徒行传，也就是伫初代教会，一项一项拢发生。也就是军队耶稣的人，因所面对着的灾难甲迫害，全部拢出现。为着耶稣的缘故，真侪人受到攻击，真侪人受到侮辱，甚至也搁爱有性命的付出。
这是一条苦路，却是耶稣伫这中间来提醒所有军队伊的人，面对着困迫，面对着迫害，爱吞忍，因为世间人为着耶稣的缘故来拒绝和讨厌咱。毋过耶稣伫困境的中间，犹原来保守咱，互咱会当用勇气甲信心来做见证。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实在互咱有真侪会当去思考的议题。确实，咱伫今仔日通过耶稣的预言，直接来看见着讲，伫未来的日子有掉头、有困迫的时阵，这个现象其实拢是要互咱知影讲，有主的同在的要紧。因为耶稣一开始就甲咱讲，着谨慎，免得受威胁。耶稣嘛甲咱讲，迄时毋免惊吓。所以伫主的同在，咱看见着耶稣伫遮咧甲咱鼓励。所以若从今仔日的经文，咱都重新来看一遍的时阵，你会看见着讲，遮军队耶稣的人不断咧问耶稣讲：这个时间到底是当时？或者是讲有啥物款的调头？咱英文讲 sign， 迄个记号当时会出现。咱看见着讲，军队耶稣的人，包括伫耶稣的时代，圣经的记载内底，甲咱一般人拢共款。面对着未来，有真侪不安的情绪，因为咱毋知影会发生啥物款的事。但是咱看见着讲，面对着未来，迄款咱无法度掌握的境况，但是耶稣伫遮甲咱讲，毋免惊，着谨慎，甚至咱一支头毛也袂失落。进一步来讲，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主要要提醒所有军队伊的人，有主的同在，毋免惊吓，爱有勇气来面对着困境甲危险。因为耶稣嘛同款来遭有过人对伊的困迫甲迫害，所以耶稣来勉励军队伊的人，爱向耶稣有同款的态度来去看待苦难，也就是爱吞忍。咱拄则有讲，耶稣遮的预言到伫使徒行传全部拢产生，但是咱回想伫初代教会遮的兄弟姊妹，无一个因为困迫，无一个因为受到迫害，就来退步，反倒因为相信耶稣所应允的勇气，互因会当伸冤在地上帝报应，会当来相信主的公义的这款信心，继续为着耶稣基督福音来做见证。所以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有特别来甲咱讲，伫遮尔困难、遮尔危险的环境中间，爱为着福音来做见证。请咱大家注意，13节伫遮甲咱讲，为着福音来做见证。照着路加福音书安尼来串联的时阵，你会看见着讲，路加福音书其实伫24章的47节，甲咱提醒，耶稣，各位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恁爱去普天下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去传一个悔改甲赦罪的消息。所以路加福音书甲使徒行传，遮个使徒所宣讲的信息，拢是悔改甲赦罪的内容。通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上帝对咱的救赎一直临到伫人类的历史中间。但是，真侪时阵，就亲像路加福音书一直咧甲咱提醒，当人面对着悔改甲赦罪的信息的时阵，人却毋知影家己咧做啥物。
人拢掠做家己做的是对，结果甲上帝的距离愈来愈遥远，信仰的连接愈来愈无力。这款的情形，拢真清楚看见到人对上帝唔信。人若对上帝唔信，简单来讲，这就是罪。因为人甲上帝的距离被扭开。当人向上帝的距离被扭开，伫圣经的解说，这就是唔信。所以伫路加福音书的中间，耶稣伫十字架顶不断咧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的唔信，来表现出人的无知啊。因为人唔知影家己咧做啥物，所以面对着悔改下罪的信息的时，拒绝来摆脱。咱若有机会转去看英文，无知的英文足趣味的。无知的英文叫做“因为不相信，所以故意来否定”。那照英文的解说内底，无知的意思就是因为唔相信，故意来否定。所以通过这款的态度，有足多攻击性的行动来出现。所以咱就无法度，咱就真清楚会当去理解讲，耶稣的预言内底，伊指出讲有遮尔多灾难，有遮尔多迫害，包括甚至会去关家，甚至有人会危害到咱的性命。因为人的无知已经直接表现出家己是一个无感觉家己咧做啥物款代志的现况。但是伫今仔日个经文最后，咱看18节到19节。耶稣给咱一个真大的祝福。我想这个祝福内底，互咱看见到这个应允，带互咱一个真有盼望甲信心的开达。因为主的同在，甲咱讲，咱面对着灾难迫困着的时，主要互咱一支头毛也袂失落。那如果咱照圣经的记载，共款伫路加福音书9章24节。9章24节，甲咱讲，若要救家己的性命，反倒会丧失性命；若为了我丧失性命的，颠倒会得到永远我的性命。对着耶稣来讲，军队伊的人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有意义的性命。因为这个有意义的性命，是因为咱活伫上帝应允中间，领受着勇气。领受着信心，互咱伫面对困难、苦难的时，会当有气力来克服。我想伫这1、2年，教会有真侪兄弟来离别。真侪时阵，咱拢真容易会在伫遮个代志中间来鼓励人。爱对性命有盼望，但是咱若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咱换一个角度来想，那既然咱无法度逃避苦难的时阵，那既然咱无法度闪避苦难，甚至上帝嘛应允苦难伫咱的中间产生的时，今仔日耶稣所讲的，敢毋就是要爱咱用盼望、用信心、用勇气，来去看待咱伫一生的中间所爱面对着侪灾难甲迫害嘛？各位兄弟，伫今仔日的信息，我想咱重新来做一个调整。就是用盼望来去看待咱一生中间所做有的代志，因为有侪代志咱无法度去解说，有侪代志咱无法度明了。但是，当咱倒来到伫圣经的中间，看见着讲耶稣互咱有一个应允，咱用这个应允来去面对着咱人生侪困难、苦难的时阵，的确。
会当互咱有勇敢甲信心。伫今仔日个经文对第50到19节，其实嘛是互咱来重新思考。日子真黑暗，嘛真混乱，但是圣神互咱有口才甲智慧去面对困境，嘛通去保守坚固信仰。这是上帝互咱真大的保守甲祝福。特别咱伫11月底准备要进入到伫12月，准备要来结束这一年，进入到伫新的年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着未来的年日？未来的年日，咱唔知影会发生什么款的事，却是咱会当伫上帝互咱的应允中间，互咱的生命充满盼望，充满信心。我想这个信息扭转来到伫咱家己的日常生活的时阵，耶稣的预言对着现在台湾咱这个国家，或者是国际这个社会，其实一点仔拢袂生分。因为真侪时阵，咱看见着讲，人对耶稣会无友善，来扭曲信仰的价值观。简单来讲，当人对耶稣无友善的时，也就是拒绝真理。什么叫做真理？也就是公义甲仁爱。咱面对着公义甲仁爱的时，咱已经将这个信仰的价值观来扭曲，甚至砍起来。第21世纪的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今仔日的圣经，互咱看见遮的记载内底，可能咱真学会当了解。但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爱去承认，现在科技不只也发达，所以真侪时阵，咱伫每一日所收到的信息，唔知影是毋是正确。咱伫每一日收到遮的简讯，唔知影是真是假。所以真侪时阵，咱拢面对着被操控、被分化的生活中间。即摆科技已经连80岁、90岁，拢会当一人一支手机啊，每一日拢有 Line， 拢有简讯。甚至你若有来上商业大学，都会晓来操控脸书。所以真侪时阵，咱看见着讲，伫咱的信仰中间，共款会受到即款资讯的威胁、攻击，甚至来加做咱的迫害。各位兄弟姊妹，这个冲击，拢是咧提醒咱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伫耶稣以外，伫这个世界以外，这个环境，拢是充满困难甲挑战。换一句话讲，咱敢有活伫耶稣的内底？咱敢有活伫军队耶稣的脚步？咱敢有活伫这个世界的真理中间来？为着福音来做干净。我想伫这个时代，真正互咱爱重新去思考，咱对信仰的坚持和真理的持守，因为咱需要伫这款的价值观内底去经历着，连一支头毛也袂失落的保守甲听读。这嘛是现代所有每一个国家的教会不断爱去学习面对的信仰的功课。各位兄弟，伫宗教自由的台湾，
咱实在真恶得去会当想象宗教迫害的代志。拄则咱的词汇来讲起着，伫现在的时代有真侪不公不义的事，无论伫香港，无论伫中国。我想，这个事当然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看法。自然而然，咱面对着今仔日18节所讲，恁一支头毛也袂失落这个信息内底，咱真学会当去了解。但是咱唔通袂记住，虽然伫宗教自由的台湾，伫咱的中间，伫咱的身边，犹阁有一群为着公义甲仁爱咧奋斗的兄弟姊妹。因犹原受到真侪灾难，受到真侪迫害，所以真侪时阵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要为着福音做见证，然后耶稣都甲咱讲，连一支头毛都袂失落的时，那安尼，咱伫苦难的中间，又搁要烦恼什么代志？连到伫今仔日的信息，再一次来提醒咱，既然咱有上帝的应允。咱要为着耶稣基督最干净的事，咱好胆向前，咱勇敢向前，有信心、有勇气来去面对。我想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有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回忆咱共同的交集，也就是马介牧师。马介牧师伫咱台湾的服侍，事实上毋是像咱即马所讲的安尼真伟大。当时的人甚至都甲伊号一个名叫做“番”，叫做乌树番。真侪人看到遮个宣教师摕石头，摕真侪遮个物件，要甲伊牵，要甲伊拍。所以有一遍。马介牧师转去到伫加拿大报告的时阵，人甲伊问讲：你伫台湾常常受到迫害，敢讲你袂失望吗？马介牧师讲：伊讲袂啦，因为耶稣基督我的主，互人的应允，无实现的啦。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我拢相信。我想，若安尼的时阵，咱转来到伫马介牧师伫迄款的环境中间所讲的即句话，敢毋是就是伫今仔日咧提醒咱、勉励咱、鼓励咱，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继续向前来迈进吗？因为上帝互咱的应允，无一项无实现。伫后礼拜，咱要进入到伫感恩节。我毋知影大家伫过去这一年来，咱对上帝恩典安怎样来孝顺？但是咱毋通袂记住。伫这一年来，上帝互咱的应允，无一项无有实现。当咱看见着伫这一年来，伫咱的中间有人离开，伫这一年来，咱看见着伫咱的中间虽然有人来软弱，却是主的保守。的确，互咱连一支头毛拢无失落。后礼拜要进入到伫感恩节的连续礼拜，牧师真希望讲，伫接续这一礼拜的时间，咱好好来去回想，好好来去省察、孝顺上帝互咱的应允。是毋是有来成做咱信仰的见证？换一句话讲，
咱要为着什么事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咱要为着什么事来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伫后礼拜，的确，咱会当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疼痛，求主来引带，唔通要去执。伫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连一支头毛也无失落。对照伫旧约，耶和华甲大卫讲：“你的头毛，逐支我拢算过。”那安尼的时阵，的确，咱伫每一天伫主的保守甲看顾的中间，会当有仰望信心来面对着每一日。愿上帝来引带，也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亲像今仔日耶稣互咱的应允所讲，会当得到活命，互咱的生命充满有意义。三个来祈祷。特别听阮的主，愿感谢你，伫感恩节前，阮会当做伙来回想，做伙来孝念主你的疼痛。伫阮的生活中间，就若亲像耶稣的预言所讲，有灾难，有迫害，有掉头，有困毒，但是阮知，主你对阮的保守。互阮伫苦难的中间，甚至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恳求主来引带带领阮，互阮为着福音的缘故，继续为主做见证。嘛，互阮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面对着生活挑战困难的时，犹原会当向前行。愿主你来保守，祝福互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这份的信仰中间，领受着上帝的疼痛。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